主席，我感謝霍啟剛議員提出今日嘅議案。的確，我哋要搞好城市經濟，推動本港多元經濟可持續發展呢，政府係必須要有個全面嘅總體規劃嘅。咁頭先好多議員提出咗好多方面嘅考慮啦，同大灣區嘅合作啦、場地啦、資金啦、人才啦、日期嘅調配啦等等，我全部都同意。但我想提出一個點，係可能頭先未聽到有人提嘅，就係數據。我哋過去咗一年，政府花咗唔少錢去舉辦好多項唔同嘅巨型嘅盛事啦。咁亦都會有時有啲市民質疑公帑係咪用得其所呢？譬如呢啲盛事有幾多人參與啊？點樣去衡量啊？市民有幾多嘅獲得感、滿足感，同埋個盛事嘅經濟效益有幾大？咁我哋要成功發展成為盛事之都，盛事經濟既然叫得經濟，我哋對呢啲嘅盛事嘅舉辦佢嘅回報，我哋必須要有非常精準嘅數據，我哋先知道將來邊啲係值得去投資，邊啲唔值得投資，個回報喺邊度。咁其實政府好多時候掌握嘅數據咧係唔全面，亦都唔夠精準啦。好似今年3月我提出書面質詢，希望了解今年春節黃金週期間呢，內地旅客訪港嘅情況，同埋唔同省份嘅旅客人數啦、逗留日數啦、人均消費啦、佢使錢喺邊啲多邊啲少啦，同埋佢哋嚟緊會去咩國家嘅行程啊等等啦。咁呢方面係希望政府能夠有更加好嘅數據掌握咧，去做個部署同埋規劃嘅。但係其實好多呢啲數據咧，我哋係唔掌握嘅，只不過係通過旅發局進行全年離港旅客嘅問卷調查等等嘅方法咧，嚟得到其中一啲片面嘅數據。咁而家政府搞好多體育盛事啦、國際大型音樂會啦，除咗賣飛情況同埋參與嘅人數之外，呢啲人佢哋嚟香港係咩國家嘅呢？佢用咗其他嘅錢用咗去邊度呢？佢去咗邊度玩呢？佢去食茶餐廳定係高級酒店呢？如果你靠問卷調查係問唔到出嚟嘅，我哋必須要善用科技同埋數據，先至能夠掌握到呢方面嘅信息，先至能夠做到精準咁投放我哋未來嘅盛事嘅資源。其實好多商業機構呢，佢哋掌握咗好多有用嘅數據嘅，好似旅客外遊嘅時候，好多時候而家都唔會用現金㗎啦。咁譬如信用卡公司啦，佢哋掌握咗好多旅客嘅數據。咁我最近都同一啲譬如信用卡公司同埋一啲做手機支付嘅公司傾過，其實佢哋有非常全面嘅數據，一啲唔同國籍啊類型嘅人士嚟香港，佢哋嘅消費模式啦，用咗錢去邊度啦，好似頭先咁講，佢係食茶餐廳多啊，定係食高級餐廳多啊？呢啲咁嘅數據基本上全部呢啲信用卡或者手機支付嘅公司，佢哋係非常清楚咁掌握。佢哋亦都有一定嘅方法去做咗一啲綜合嘅消費嘅數據圖表，去除咗個人私隱係可以提供出嚟嘅。咁呢啲方向我哋有冇去諗？通過呢啲嘅數據嘅掌握嚟到更加好推動我哋盛事經濟將來嘅投放呢？咁另外我想提一提就係今年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盛事嘅內容啦。咁譬如我都要申報，我係香港壁球總會中國香港壁球總會嘅主席啦。咁我哋今年都有2個，今個禮拜同下個禮拜2個 M Mark 嘅體育活動。咁其實今年可能淨係 M Mark 計都有隨時30個或者以上㗎啦，比過去倍增咗。咁其實我哋要計一計多之餘，香港嘅容量可以容到幾多呢？其實我哋嘅場地或者其實真係一啲節慶假期、節日假期可以做到大活動，個期就係得咁多㗎啦，場地得咁多，咁我哋亦都唔可以真係不停咁增加個數目嘅。呢個時候亦都要真係根據一啲數據去考慮返將來邊一啲項目係值得支持，邊一啲項目要減少，或者甚至乎唔同嘅體育項目，佢一年可能有1、2個、3個大活動嘅大嘅 M Mark 嘅，佢點樣調配個期嚟到做到最好嘅效果？咁呢個我作為壁總主席，我都好願意再俾更加多意見俾政府嘅。咁最後提一提啦，好多同事都提過熊貓經濟，我就個人嚟講，我唔係好同意呢個詞。熊貓係一個國家嘅 identity， 係一個文化，係一個我哋唔賺錢都要做嘅嘢。我好擔心我哋連熊貓咧都要用經濟嚟到衡量，呢一個係我哋應該對國民身份認同、對中國文化推動要做嘅貢獻。所以有啲我哋應該要嚟衡量，有啲我哋唔需要用經濟嚟衡量嘅，我哋應該要做好佢。咁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